讲到拜三，台股再创新高啊！这盘中冲破38000点，最后是收伫咧37878点。4月到单这台股已经起超过6000点咯。不过这台股一直咧起，也增加着交易风险。根据统计，今年以来上市贵公司已经有4件违约交割。做担保的金基4月估计已经起7成，之一号贵买中心公告，违约交割金额有到1亿1千万。日台股以37627点开出，盘中第一摆是喷出38000点，上悬伫38096点，尾盘起势较收，收伫37878点，起273点，嘛创台股史上收盘新高。3月外资大幅撤退之后，4月份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稍微停歇以后，那资金外资有开始回补，在大型电子权值股部分。专家分析，日台股会当强势反弹，波导体对股市供给力的要角。另外，伫 AI 伺服器和相关供应链嘛，共款是规个挖过来。关键股台积电是收伫平盘2050块，去停电费讲起来，联发科是喷出2295块的天价。高鸿信华是开悬走悬，收伫1685块。虽然国际局势因为中东战事未稳，但是台股共款是抬出一条活路。今年1月初日是收伫29349点，第一摆突破29000点。3月初是收伫32828点，一天就大落1494点。3月底是落破32000点，加起来台股伫3月是落3691点。4月日收盘37878点，若是盘中第一摆攻起伫38000点，搁创收盘新高，加起来4月起点是超过6000点。台股整体的市值涨很多的，不是只有台积电而已，很多的这一些 PCB 的一个板子，那现在因为你的 AI 的伺服器的需求也变多，所以就使得大家对于台湾在这个部分的一个需求也增加。市场这头气氛延续，本土资金是持续入场，增加交易的风险。统计今年上市柜违约交割情形已经有4件，包括1月宽武 KY 逼出1072.1万，3月初5的旺宏是逼出违约交割差不多5902万，这个月是联亚6889.5万，另外还有这个月21的担保抢金基违约交割金额，还有1.1亿这么多。像是金居在4月份就一口气大涨了70%，所以在股价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，就比较容易让投资人判断错误。专家认为讲，投资者若是用资管来操作，港股甲开了伤大，万一若是做唔对方向，就可能造成违约交割。嘛，提醒投资人，若是违约交割，未来恐惊就真歹伫银行贷款，还是伫官商开户，过来防讨违约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